當你夾起一梯西蘭花放入嘴着緊嗰時候，你有冇諗過喺嗰啲密到好似人纏住幾十絲兒，然之密當你夾起人纏連肩前肩，依然身人纏連嘅，甚至上百隻肉眼根本睇唔到嘅小綠蟲，仲有嗰啲密密麻麻好似塵咁嘅蟲卵，呢個絕對唔係我喺度危言聳聽。你以為你喺度大啖補充維他命，其實你可能喺度大啖吞緊滿滿嘅活體動物蛋白。聽到呢度，你係咪覺得個胃一陣翻騰，甚至開始懷疑人生，恨不得將上次食嘅飯都嘔翻出嚟？好多朋友洗西蘭花就係攞水龍頭沖一沖，或者係擺喺盤入面浸一陣，見到冇污糟嘢浮上嚟就覺得乾淨啦。我必須話俾你聽，對於西蘭花呢種咁特別嘅蔬菜，普通嘅清洗方法根本就係自欺欺人。嗰啲蟲受咗冷水嘅刺激，會緊緊咁抱住啲花蕾，死都唔放手。等落咗鑊一炒，蟲熟咗，混埋喺綠色嘅菜入面，你根本分唔出嚟，一啖一啖全部食晒入肚。雖然話高溫殺菌咗，食唔死人，但一諗到嗰個畫面，係咪覺得個胃一陣翻騰？今日我嚟教大家一招，唔使一滴洗潔精，唔使嗰啲亂七八糟嘅化學消毒水，只係用廚房入面最常見嘅兩樣嘢，就可以將嗰啲賴喺西蘭花入面嘅蟲同蟲卵，仲有灰塵泥土徹底清理。洗完之後啲水污糟到可以令你頭皮發麻，但洗出嚟嘅菜絕對係你呢世人食過最乾淨、最放心嘅。我哋要先由切西蘭花講起，呢一步90%嘅人可能都做錯咗。第一步，幫西蘭花剪頭髮。大家係咪習慣攞住把刀對住西蘭花個花球，咔嚓一刀切落去？結果呢，嗰啲碎濕濕嘅小花蕾跌到成張台都係，好似落雪咁。呢個唔單止係浪費，更加係將完整嘅花球切碎咗。之後洗嘅時候，因為結構散咗，更加容易爛，炒出嚟都唔好睇。正確嘅切法應該係倒轉嚟，將西蘭花嘅頭向下，根向上。我哋把刀要順住佢嗰條粗壯嘅根莖，即係嗰個分叉嘅圍切，刀尖插埋根部嘅分叉入面，輕輕一掰，一朵完整嘅小花球就落嚟啦。全程唔好用刀刃去硬切花蕾，咁樣處理出嚟嘅西蘭花，每一朵都係完整嘅，好似一棵棵獨立嘅小樹咁，一點渣都唔跌，既美觀又減少浪費。第二步，調製強力驅蟲水。切好咗細朵，我哋開始清洗。準備一個大盤，將切好嘅西蘭花擺入去。跟住落嚟就係見證奇蹟嘅時刻，我哋要調製一盤強力驅蟲水。首先加入1匙羹食用鹽，鹽喺呢度嘅作用有兩個，第一係殺菌，雖然效果有限，但總好過冇。第二點亦係最關鍵嘅，係造成滲透壓。嗰啲藏喺花蕾深處嘅小肉蟲，佢哋嘅身體係好嬌嫩嘅，一遇到高濃度嘅鹽水，佢哋體內嘅水分就會流失，佢哋會覺得好難受、脫水。呢個時候，佢哋就會本能咁鬆開爪，由花蕾入面捐出嚟逃命。緊接住加入第二樣法寶，1匙羹麵粉或者係生粉。單係有鹽仲未夠，因為蟲雖然捐咗出嚟，但佢仲可能會浮喺水面，或者趁亂又捐返入去。呢個時候麵粉就派上用場啦。麵粉溶解喺水入面係最好嘅天然吸附劑，佢形成嘅混濁膠體黏糊糊咁，可以將嗰啲細小嘅蟲卵、灰塵，仲有農藥殘留，通通吸附住，包裹埋一齊，將佢哋拖落水底。呢個就好似一個巨大嘅吸塵機，將水入面嘅污糟嘢都捉住晒。再加入清水，水要多，要完全浸過西蘭花，俾啲蟲有空間走爛。第三步，旋轉離心法。水加好咗，唔好急住浸。呢一步有個核心動作叫旋轉離心法，千祈唔好用手去使勁搓嗰個花頭。西蘭花嘅花蕾好嬌嫩，一搓就爛晒，到時煮成一煲粥。我哋伸一隻手入去，沿住個盤邊，順住一個方向，快速咁攪動啲水，令盤入面嘅水形成一個強力嘅漩渦。西蘭花喺呢個漩渦入面會跟住水流快速旋轉。呢個時候利用離心力，嗰啲已經被鹽水逼出嚟嘅蟲，同埋被麵粉吸附嘅污糟嘢就會被狠狠咁甩出嚟。呢個同洗衣機甩乾衫嘅原理係一樣嘅。
你就咁攪動佢1-2分鐘，然後靜置浸10分鐘。呢10分鐘就係等鹽水同麵粉充分發揮作用嘅時間。10分鐘之後，你再嚟睇下呢盆水，我敢保證呢個絕對係你呢世人見過最污糟嘅洗菜水之一。原本白色嘅麵粉水，而家變咗灰黑色，水面可能飄住幾隻不知所措嘅小綠蟲，甚至仲有黑色嘅小點點，而盆底沉澱住一層厚厚嘅泥沙同雜質。呢啲就係我哋平時只用水沖係洗唔走嘅嘢。見到呢一幕，你係咪覺得以前嘅西蘭花都白食咗？最後將啲污糟水倒咗佢，然後用流動嘅清水再將西蘭花沖洗2遍，將殘留嘅麵粉洗乾淨。呢個時候你再睇下手上嘅西蘭花，嗰個顏色真係碧綠碧綠咁，好似翡翠咁通透，花蕾之間乾乾淨淨，睇落就爽利。第4步，焯水保色。好多朋友炒西蘭花直接下鑊炒，結果炒出嚟圓圓口，顏色發黃，睇到都冇胃口，或者為咗炒熟，炒咗好耐，營養流失晒。其實西蘭花一定要焯水，鑊入面燒水，水滾之後加入1匙羹鹽，再滴入幾滴食用油。注意啦，呢幾滴油係關鍵，佢可以喺西蘭花表面形成一層油膜，鎖住水分同葉綠素，防止氧化。咁樣焯出嚟嘅西蘭花顏色係嗰種鮮亮鮮亮嘅綠，擺半日都唔會變黃。將西蘭花倒入滾水入面，唔好蓋埋個蓋，煮大約2分鐘，等到顏色變深綠，甚至聞到一陣清香味啦，快手撈起。撈出嚟之後，如果你想食涼拌嘅，必須立刻過一片涼開水，呢一步叫過冷河。呢個一熱一冷可以令西蘭花嘅口感變得異常脆嫩。如果是想清炒，咁就撈出嚟瀝乾水分，鑊入面爆香蒜末，倒入焯好水嘅西蘭花，大火快炒30秒，加啲鹽同雞粉就可以起鑊啦。因為已經焯熟咗，所以只要調個味就得。咁樣炒出嚟嘅蒜蓉西蘭花，蒜香濃郁，口感脆爽，比飯店做嘅仲好食。第5步，揀西蘭花嘅訣竅。除咗清洗同烹飪，點樣揀西蘭花都係一門學問。因為如果買到嗰種老咗或者有病害嘅西蘭花，都係唔好食嘅。去超市買西蘭花，記住3睇。第一，睇花球，靚嘅西蘭花花球應該係緊實飽滿嘅，呈現出一種半圓形嘅弧度。如果你見到花球表面凹凸不平，或者花蕾鬆鬆散散有手罅，咁說明呢棵西蘭花已經老咗，口感發柴，唔好食。第二，睇顏色，新鮮嘅西蘭花係深綠色嘅，甚至帶啲紫色。如果你見到花球表面發黃，係花蕾已經開始要開花變老啦。呢種發黃嘅西蘭花唔單止營養流失咗，而且食落會有苦味。第三，睇手感，攞喺手入面掂一掂，同樣大細嘅2個，越重嘅越好，說明水分足，冇空心。再捏下條根，如果硬掘掘嘅，說明好新鮮；如果捏落去軟腍腍，係擺得耐得滯，失咗水。而家市場上有種生得好鬆散嘅花菜，叫有機花菜或者松花菜，佢啲梗好長，花好散。呢種花菜其實比緊實嘅西蘭花更難洗，因為佢條梗長，更容易藏埋嗰種小黑蟲。清洗呢種蟲花菜，我哋頭先教嗰個鹽加麵粉嘅方法同樣適用。而且因為佢結構鬆散，我哋喺攪動嘅時候，甚至可以稍微用力少少，等水流沖刷得更徹底。做呢種花菜最適合做乾鍋，五花肉煸出油，放入花菜，加啲乾辣椒同豆瓣醬，唔加水乾炒，嗰個味道香辣過癮，係出名嘅白飯殺手。今日教你嘅呢個麵粉水清洗法，仲有嗰個順住根莖切嘅切菜法，同埋焯水加油嘅保色法，建議大家下次買西蘭花嘅時候一定要試一試。當你親眼見到嗰盆污糟水嘅時候，你就會明白以前嘅隨便沖係幾咁草率。希望可以幫大家解決清洗蔬菜嘅大難題，去除心入面嘅渣打，將日子過得乾乾淨淨，將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。